我们今天呢，来唱这首歌，这是师父做的歌，《镇国寺之歌》，南投县镇国寺1000万人念佛的道场。我们在2004年到2010年6年的时间，我在全世界各地，每一次受到邀请去讲法的时候，我都当面邀请所有的莲友参加念佛祈愿单，把这个祈愿单念好了以后，就送回来镇国寺。师父把它汇整以后，我们就在2010年完成这个使命了。那一天，师父邀请3000多位的出家僧众，1万多人的莲友们，大家一起非常隆重的把1000万张的念佛祈愿单送到世界和平塔里面，在佛陀的宝座下面典藏起来，祈愿全世界的灾难能够化消，让大家都能够安居乐业，生活幸福快乐。为了这个事情，所以镇国寺这个道场叫1000万人念佛的道场，四面环山，是个好地方哎，非常好的地方，空气清新，各位对不对？环境优美，在这边进出的信徒呢，大家都和蔼可亲，而且对宗教的信仰是高度坚定的，让我们非常的敬佩。所以这个好地方耶，为了佛法的弘扬，这个道场是为了要将佛陀正法在世界每一个角落弘扬开来，我们都要好好的宣扬佛的真理，告诉我们这个年代一定要好好的念佛，没有第二个方法。所以我们遵照佛的交代，一定把佛法弘扬，为了众生的慧命。慧命就是你的神识、你的灵魂、你的自信，也就是你的佛性。你如果一念佛，你去解脱了，你的灵性永远不会堕落，不会沉沦。所以为了众生的慧命，我们一心一意向前行，为了世界的和平，我们念佛能够靠佛的功德力、佛名号的救度力，还有它的光明力、受力，能够让全世界的灾难尽量降低、减少，甚至于把它化消。所以我们为了世界的和平，为了人民的安乐，希望所有的人民百姓无灾无难，大家幸福快乐，我们一心一意向前行。为了这个目标，这是镇国寺要走的方向。现在师父唱给你们听，好不好？好，来。南投县镇国寺，1000万人念佛的道场，四面环山，好地方哎！哦哦哦哦哦，为了佛法的弘扬，为了众生的慧命，一心一意向前行，为了世界的和平，为了人民的安乐，一心一意向前行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哦哦哦哦哦，南无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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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南
南投县真国是千万人念佛的道场，四面环山好地方哎，哦哦哦哦哦，为了佛法的弘扬，为了众生的慧命，一心一意向前行，为了世界的和平，为了人民的安乐，一心一意向前行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哦哦哦哦哦，南无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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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